兄弟，这顿饭我杀了大水本点的，这家店的老板全用新鲜食材做的，你肯定會喜歡。係啊，咁我唔客氣咯喎。俾老細個電話我。什麼事啊？喂，老細，生意咪咁做噶咯？呢個黃燜雞一夾，啲雞骨都甩出嚟嘅，仲有啲雞骨啊，黑個麥豆咁都叫新鮮啊？起碼死咗幾多年啦隻雞。什麼呀？我這裡的雞全都是新鮮的，現殺現宰的。我呢個豉汁排骨又鮮有一陣雪櫃菜，咁都話新鮮啊？雪咗幾耐啦啲排骨？到底懂不懂吃呀？新鮮排骨就是這樣子的呀。識唔識食，大家都心知肚明啦。做呢個清蒸鱸魚，一夾就散，啲肉散收收咁，啲肉仲蟹口嘅，咁都話新鮮啊？起碼死2日啦呢條魚。我這裡的魚全都是活蹦亂跳的，你別亂說呀。我亂講。做呢個白灼蝦，死蝦呢種白灼嘅，啲蝦皮黐實蝦肉啦，都唔知死咗幾耐啲蝦。喂，你不要越說越過分啊！邊夠你過分，老細？呢個星期煲咗3粒鐘老火靚湯，成陣味精除，一飲就只係煲得半粒鐘味入味加味精頂檔㗎啦。不是哥們，這都能喝出來呀？你什麼人啊你？我廣東人嚟嘅。哦，原來是廣東人啊！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這頓飯我給你退錢啊。老細話退錢啊。